好耐冇用個人身份啊，即係好耐冇喺我自己 channel 度咧，以個人身份去一啲記者會啊。咁啊，今日 Canon 咧就喺香港啊，即係正式發布兩部新機啊，包括呢一部 PowerShot V1 啦，同埋快啲呢一部 R50V 啊。V1 咧，之前已經網上面發布咗㗎啦。咁佢嘅特點咧就係有支內置等效16至50mm 嘅鏡頭啦。咁即係就算佢唔係一部科技機啊，係作為一部便攝機咧，我相信好多人都覺得非常吸引，因為用得便攝機咧，好多人都會係話係攞去旅行啊，影下風景啊。咁佢內置一支咁歪嘅鏡頭咧，我諗好多朋友都覺得好正。咁當然啦，作為一部以科技為主嘅機，佢有16mm嘅話咧，咁我自拍咧就更加方便啦。呢一個係佢嘅第一個賣點啦。第二咧就係佢裏面粒 sensor 咧1.4寸，咁啊大概同 M43差唔多㗎。所以咧呢部機咧，即係我覺得都真係無論你中意拍科又好，或者你想去旅行，即係攞一部便攝機出去咧，呢部機都係一部非常之好嘅機嚟嘅。咁另外啦，呢部機咧，咁佢拍片嗰邊，即係佢作為一部科技機咧，咁拍片一定係勁好多啦。咁佢就可以即係拍到最高咧4K 60P 啦，咁就而且咧可以話係接近無限時去拍攝嘅。點解呢？因為咧佢本身內置咗一個散熱系統啊，咁所以咧就唔會話因為拍得耐而過熱啦。因為你知其實而家市面好多機，尤其是啲比較入門啲嘅機咧，如果拍4K 60嘅話咧，其實都幾容易 overheat 嘅。咁呢部機咧，如果響30度嘅情況之下測試咧，都可以做到2個鐘頭以上嘅。咁另外啦，咁除咗佢拍片勁之外啦，咁本身咧亦都內置咗呢個 multi-function switch， 影相都可以嘅，變咗你即係就算插支閃光燈落去咧，都係冇問題嘅。咁呢部機我嚟緊咧，當然咧會問 Canon 咧就借翻去咧，同大家做詳細測試嘅。如果大家咧有興趣，即係知道啲咩，想知啲乜嘢咧，可以喺下面留低你嘅問題啦。咁我會到時會同大家詳測一下㗎。因為呢部前面公佈咗啦，雖然我好中意，但係咧令我驚喜嘅咧，就係呢一部咧 R50V。咁講真啦，嗱，我見到 R50V 咧，我以為會唔會係其實將部 R50係咁以改下咁啊，當一部科技機咁樣去做啊？因為由打從 M50啦，以前 M50開始咧 ，Canon 咧已經係推廣佢攞嚟拍 vlog 噶啦。咁但係呢一部咧，正係真正一部Canon 官方擺到明係設計嚟貨拍 vlog 嘅一部可換鏡嘅機啦。咁呢部機咧同 R50其實真係差好多嘅。咁除咗冇咗個頂，即係冇咗個 EF 之外啦，咁其實咧佢本身咧，大家見到前面咧都有個拍片掣嘅。咁再加埋咧，亦都可以 touch screen 去錄影啦。咁其實即係個方便程度又多好多啦。咁而佢本身咧前面上面啲 dial 咧，即係啲檔位咧都同 R50係唔一樣嘅，主要都係以拍片嘅功能為主啦。咁用起上嚟咧，亦都係即係真係拍片嘅話咧，你都會覺得好用好多啦。仲有一樣嘢就係佢本身有一個 zoom lever，咁就好似聽講係 EOS 系列裏面咧係第一部有呢個功能㗎嚇。咁呢個亦都係佢方便嘅地方啦。咁配合呢個 zoom lever 咧，佢亦都出咗呢支新嘅鏡頭啊，即係14-30嘅 Power Zoom 鏡頭。咁講緊 Power Zoom 咧，即係我頭先聽翻佢介紹咧 ，Canon 唔係第一支 Power Zoom 嘅鏡頭嚟嘅，但係對上一支咧好久遠嘅，即係而家佢頭先噏都噏唔翻個型號出嚟咁滯啊。咁所以咧呢一支咧就真正係 Power Zoom 嘅鏡啦。咁佢頭先形容咧就係話因為你知有啲尤其是平價嘅 Power Zoom 鏡咧，好多時咧就係拉掣啦，或者咧係有個好渣嘅變焦環啦。咁其實我覺得佢咧就2合1嘅，佢其實呢個係將個拉掣變成一個變焦環啊。咁其實都係推兩邊嘅啫，呢樣都幾好嘅。咁當然啦，你單手嘅時候可以用翻個 zoom lever 啦。咁另外啦，呢部機咧都可以拍到4K 60P 嘅，但係咧留意佢係會有 crop 嘅，當4K 60嘅時候。咁而其他拍片嘅功能咧，亦都強勁過 R50好多好多。即係講真，我真係覺得呢部機咧唔多唔少咧，有一個賣大包嘅意味喺度啊。但係呢部機你睇翻佢
50呢個定位咧，你就知道其實佢同相機嘅 R50咧係差唔多，其實個價位都係差唔多。所以如果你話我想要一部好專業拍片嘅機，但係我又想輕便兼且就可能你俾出嚟個價位唔係好多嘅時候，即係你 budget唔係好夠嘅時候咧，呢部機其實本身咧，你除咗拍 vlog 之外，你真係攞嚟做嘢都 OK 嘅，係唯一冇咗個雙卡咯。好啦，咁呢部機我遲啲都會借翻去同大家詳細咁測試一下㗎。咁今日因為始終個記招入面咧，咁我就唔會做到太多嘢啦。加上手頭上呢部係工程機嚟嘅啫，等佢有部真係可以實試嘅機咧，我到時再同大家咧借翻去玩啦。好啦，咁今日咧就講到咁多先啦。喺呢度同 Canon 講咧，快啲借部機俾我啊！咁等我可以快啲翻去同大家玩下呢部機，詳細玩下啦。大家記住留言講翻你想我幫你試啲乜嘢啦。好啦，今日咁多先啦，多謝各位，拜拜。